怎么了，二哥？不走了，住去吧。饿了吧，是吧？我也饿了。二哥，我跟你说啊，前面有一家店，咱们去那儿打尖啊，吃饱了肚子再赶路。反正这儿离开封府也不远了，我估计着，天黑之前咱就能到。老四啊，傻了，听不明白我说话意思吗？那你意思是啥呢？不走了，住下。你让那包拯过来亲自找我，答应我不用我当官，我再进城。二爷，不用商量。没关系。二哥，我现在不着急，我比谁都不着急。反正已经晚了，晚一天也是晚，晚2天也是晚，我无所谓。这么着，前面那个店呢，你们俩就先住下，然后我们就分道扬镳。我先去开封府报信儿，行了吧？驾。客官，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？打尖儿。哎，好。掌柜的，来一壶好酒，来3碟下酒菜，再来一盘热气腾腾的馒头啊！好嘞。哎，小二，哎，赶紧的。哎，好。哎，客官，这是您的好酒。哎，这菜。哎，您的馒头。哎，您还要点什么？不需要了。啊，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出去！哎，小二，不可粗鲁。这位老丈，你是饿了吧？来，小二，把他请到我身边来。哎，客官你去。哎，快去，客官有话问你。客官，不是这样坐。不是小老儿故意打扰客官，实在是腹中饥饿，又无钱财。明白。来，老丈，既然到了我这里，那就一起吃吧。我这个人呢，最看不惯别人饿肚子了。哎，谢谢客官了，谢谢了。哎，老丈，慢点。哎，老丈，这有的吃了，何故悲伤起来了？小老儿满腹冤屈，实在是无法自制，还望客官原谅。冤情，冤情不要紧，有冤情跟我讲。跟你讲有什么用啊？哎，老丈，你不要管有用没有用，你只管跟我讲啊。比如说，老丈，你姓甚名谁啊？家住何方啊？我姓赵，叫赵庆，那是仁和县的城差。城差？哎呀，老丈，你也是县里的工人呐，你何故沦落至此啊？事情的起因，是因为包三公子要去苏州进香。哎，别，谁是包三公子啊？就是当朝大学士兼开封府尹包拯包大人的侄子。包拯的侄子？是啊。包拯的侄子又怎么了？他进香又怎么了嘛？哎呀，原来是从合肥到苏州啊，不经过仁和县。可这包三公子呢，一定要绕道而行。一来呢，他可以游山玩水；二来呢，又可以勒索各州县的文银。后来呢？那天到了仁和县之后，我家老爷就派我去招待酒菜。可是这包三公子一到驿站，那就是百般的挑剔呀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哎呀，后来派一个随从对我说：“
让我家老爷准备300两纹银去孝敬他。然后你们就送了？没有，我家老爷也是个清官呐，他哪里一下子拿得出300两纹银呢？那包三公子看着银子没送上，突然发飙了，说这饭菜里我给他下了毒，然后就把我暴打了一顿，投入大牢，还要把我家老爷搞到包拯那儿去。老爷没办法了，就在外面借了100两银子给他，这才放过我家老爷。但是，小老儿他是关在大牢，说他进乡回来，还要细细的追究我呀。那老张，你是怎么从牢里逃出来的呢？那包三公子走后，我家老爷啊，就把我从牢里给放出来了，让我赶紧到京城去借银子，说一定要在包三公子回来之前赶回阜阳。哎呀，我到了京城之后，原本在京城当官的那个亲戚被外放离京了，我一下子没了着落，就流落街头，现在只能靠乞讨度日啊！这是岂有此理！老张，你所说的句句事实，可不要蒙我。客官，小老二哪敢在你面前说谎啊？岂有此理！你既然如此冤屈，你为何不去告他？包拯是当朝宰相，告他的状纸谁敢接呀？就是接了这状纸，万一告不赢，这不要了小老儿的命吗？老张，你听我的，我跟你讲，包拯包大人绝对是秉公执法的好官儿，从不徇私枉法的。你去告，没关系的。啊，不，刚才你的顾虑也有一点点小道理。依我看，这个案子还不可以落在别的官员手里。你想想，那万一落在别的官员手里，他们还会自作聪明的想买包拯一个人情，那还徇私枉法了呢。依我看，不如直接这样。哪样啊？老张，你直接把状子递到开封府，递到包拯包大人手里。那不是飞蛾扑火，自绝小命吗？哎呀，不会的。哎，我跟你讲啊，包拯包大人他不会徇私枉法的。你这个什么包三公子的事儿，我看可能是因为包大人长期在京为官，对家里的子弟疏于管教，才出了此等不孝子。你放心，你直接递给包大人。你要递到别的官员手里，那没准别人就徇私枉法了。你要直接递到包大人那里，他徇私枉法还特别困难。客官所言也是啊，我来的时候就听人说那个文彦博大人也是个非常清廉的大官呢。文大人虽是清官，但这件事你不如直接找到包大人，那多好啊，多直接呀。小老儿就听从客官所言。哎，老张，你切莫犹豫，你听好了，我叫蒋平，不才我也在开封府衙领一份官差，你就跟他们说，是我蒋平让你去告的。哎呀，多谢大人指点呢，多谢。老张，事不宜迟，我听说包拯包大人明天可能就要离开汴梁了，你务必要在早朝之后赶到汴梁，就到街上去拦轿鸣冤。怎么还没有燕飞的消息啊？小婿估计，那燕飞是失手办砸了差事，没脸回来见咱，哼，灰溜溜的回老家抱孩子去了。此人知道许多秘密，要是落在开封府手里，那可对我们极为不利啊。岳父大人放心，那燕飞十恶不赦，犯罪累累，
就算是真的到了开封府的手里，也绝不会跟包黑子合作。包黑子诡计多端，论心智，燕飞怎是他的对手呢？啊！即使如此，我看那包黑子也没有捉拿燕飞的机会。来，回来了。相爷，既然韩义士有所顾虑，相爷不如就依了他们吧。也好。吴护卫、江护卫，明日你们就到朱仙镇接他们进城。遵令。冤枉啊！冤枉！冤枉啊！冤枉！何人在此拦路挡驾啊？大人，小民冤枉，请大人为小民做主啊！我冤枉啊！回禀大人，此人拦轿申冤。将喊冤人带回府衙呈诉。是。带走。谢大人。太爷、姑爷，赵庆已经被文彦博带回衙门，正在大堂上询问。这种事情是用不了多久的，你可以过去。小婿这就过去。赵庆，本官问你，你说是开封府六品带刀侍卫蒋平让你来告的，你为什么不去开封府鸣冤告状？为何要拦截本官的大轿？是何道理？回大人的话，蒋护卫是让小人去开封府呈诉，但小人想啊，包大人毕竟与包三公子是亲叔侄啊，即便他包大人正直无私，也应回避才是。所以小人才拦了大人的轿。赵庆，你的陈述是否属实？回大人，小人在堂上的陈述句句属实啊。你可知道，你的陈述不属实，就是诬陷，将反会坐大牢的。小人知道。赵庆，我给你2两纹银，暂且找家客店住下，待本官查明此事，再做道理。谢大人。哎，大哥，回来了。对，赛花，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。哎呀，我是秋葵。对，这是老妹子，老三的媳妇儿。未过门的。啊，那个二嫂在上，小女子这下有礼了。这位是。哎呀，雅兰，老五的媳妇儿。三嫂，别胡说。三嫂，别乱说。哎，俺咋乱说了？那本来就是老五的媳妇儿嘛。那老五走的时候还打了一张白条呢。二嫂，秋葵她不明就里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哈。雅兰姑娘呢，当初也曾经构陷于庞贼的那个贼窝，是后来岳公子还有老五一起把雅兰姑娘给解救出来的，所以秋葵有点误会。雅兰妹子，雅兰见过二嫂。哎呀，我说你们累不累啊？他见完礼，你再见；你见完了，他再见啊！我看咱不如把这行李改喝酒啊，老大。去，就知道喝。我没胡说嘛，本来嘛，你说这一见面他一句，你一句，你一句，他一句这，我看还不如咱们改成接风酒，那多是4万。我已经很4万了。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呢？原来是韩二爷回来了。身子好点没有？你就出来跑啊？好利索了没有？多谢四爷关照。韩二爷，请受月华一拜。见过月公子。
给你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二嫂季赛花季姑娘。原来是我的救命恩人，请受月华一拜。月公子，你万万不可，这个样子你会折煞你家的。哎，其实吧，这谁救谁，谁被救啊，没有个定数，说不好，糊涂账。就是二哥说的多好啊，你这个身子骨别到处乱拜，反正都是自家人。哎呀，你行了，这回我告诉你，咱出来收获是颇丰啊。我老心儿呢，我是第一个有他媳妇儿的。还有那个谁，二哥是第二个啊，还有老五。不得胡说，我没胡说啥呀？我是说老五，这是一半的，那个还剩老四了就啊。不忙，有些事儿不忙。是啊，留在最后的往往是最好的，对吧，四爷？陈大人，兵马司孙荣孙大人求见。快有请。是。哎呀，孙大人真是稀客呀！孙大人，请用茶。好。孙大人，今日光临碧崖，不知有何见教啊？下官听说，有人在大街上拦轿喊冤，状告包拯的侄子包世荣，有这事儿吧？孙大人的消息真是灵通快捷呀！哪里，并非下官消息灵通快捷，只因太师最近也接连收到江南一些地方官员的奏报，都涉及到这包世荣敲诈勒索之事。太师担心此事不实，不敢随意表态。今日听说文大人这边也有状造，特让下官过府一问。有人状告不假，但具体的情形还尚在查实。那文大人准备如何查实啊？既然有人状告，就应将包世荣传唤到京城，当面询问。这传包世荣进京之前，用不用给包拯包大人通个气儿啊？孙大人，本官以法判案，何来通气之理啊？好，这都说文大人一向秉公执法，不畏权势。今日所闻，果然是名不虚传呐！啊，佩服，佩服。孙大人，具体案件如何审理，本官自有分寸。那是。不过下官担心，这万一查无凭证，或者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儿，大人如此雷厉风行地传唤包世荣，那会不会让包大人不高兴？孙大人，刚才还夸本官秉公执法，不畏权势，怎么这会儿又替本官担心起来？文大人，包拯毕竟是当朝大学士，能不造成误会那是最好。大人知道，太师与包拯一向不和，所以太师接到下面的奏报，也不敢轻举妄动，就是担心有人误会他，是公报私仇。那以孙大人之见，本官以为最好是先奏报万岁得知。这么一个普通的案子，有必要奏明万岁吗？
本大人此话差矣。这事情是不大，可涉案的人太大，本大人还是谨慎为好啊。大人若把案情呈报给万岁，万岁怎么说，大人就怎么办。这办好了呢，功劳跑不了；这万一办砸了，文大人也不用承担罪责。那日后见了包拯，他也好说话。两位大人请。微臣拜见圣上。两位爱卿可有何事？万岁！近来臣接连接到江南各州县的禀报，包拯的侄子包世荣接到苏州上香之际，故意绕道而行，到各州县敲诈勒索，令各州官员苦不堪言啊！竟有这等事儿？臣以为此举报可能不实，因此未能及时向万岁禀报。如今可曾查实了？恰巧今日文大人也接到了报上的冤情。臣昨日散朝回府，有仁和县承差赵庆当街拦轿喊冤，他说是御前6品带刀侍卫蒋平让他进京来告的。臣带他回府查明，他状告的正是包世荣。这是赵庆的陈述，请万岁过目。此乃蒋平所告。这位蒋护卫值得褒奖，真是位侠肝义胆、嫉恶如仇之士啊！王爱卿，你身为大理寺正卿，这种事该如何处置，还需要朕来教你吗？万岁，此案并不复杂，但牵扯的人却是非常复杂。文彦博也有投鼠忌器之虑。那爱卿可有什么打算吗？传唤包世荣到京查问。好，朕想也就是这个章法，就这么办吧。万岁，臣以为传唤之事还需秘密进行。这又是为何？那开封府人员复杂，包拯的门生故吏众多，即使包拯不会有所阻碍，也难免会有其他人自行其事。好吧。捉拿包世荣之前，先不要声张；拿住他之后，立即秘密押解进京，交由大理寺审理案情，按例严惩。臣领旨。臣真没想到，这包拯居然也开始贪赃枉法了。万岁爷，您心里不要激气，会有碍龙体康健的。到处伸手要钱，这能不生气吗？这庞大人和文大人不都是说是包拯的侄子包三公子干的吗？要没他这棵大树遮着挡着，这包世荣敢这么肆无忌惮？万岁爷，咱大宋朝伸手捞银子的官儿实在是不少，您要真是生气啊，这气是生公啊！大宋朝谁贪赃枉法、伸手捞钱，朕都不气，就在包黑子不行。启奏万岁，前日朝堂之上，万岁下旨，
着臣前往陈州捉拿白玉堂、沈仲元等人。臣现已准备停当，望万岁赐尚方宝剑，臣明日即可出发。包拯，你就先别急着到陈州去吧，朕还有其他的事要交给你办。那这白玉堂和沈仲元，他们2个就交由地方州府的官员去缉拿就是。遵旨。退朝。退朝。恭送万岁。哎，说话呢。诸位，相爷回来没有？刚回来。那一定拿到了尚方宝剑。不知为何，今日朝堂之上，万岁又不让相爷去陈州了啊！这怎么回事啊？相爷也不知道啊。这皇上什么情况啊？一泡尿的功夫不到，他就变卦了。各位都在啊？岳公子，我给你沏杯茶去啊。哎，不必麻烦了。我听说了一个消息。什么消息？快说。有人向万岁参奏相爷，参他逆宠侄子，四处敲诈勒索。哎呀！我把这事给忘了。本案既然已交由大理寺审理，本官也应该回避。你等也不要私下议论，随便大谈情况，更不要过问案情，以免打扰调查。遵命。哎，我说啊，大哥，这个赵庆啊，我是千叮咛万嘱咐，我说你一定要在开封府去递状子，可他倒好，他还是在大理寺给递了。四爷，这也难怪，若是换了别人，恐怕也会这样考虑。这下陈州之行也算打水漂了。都怪老四，没事找事儿，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？这个死胖子，我怎么就没事找事儿了？谁死胖子？你就是没事找事儿，你就是没事找事儿，能不能别吵了？你就是没事找事儿，是不是还嫌乱的不够？二嫂，你二嫂也没用。这里的事情倒可以慢慢等，要紧的是陈州那边怎么办？我倒是有个想法。都不许吵了啊！都不许吵了！听岳公子说，现在韩二爷是平民百姓，方便走动。我想你与季姑娘一起赶往陈州与五爷会合，之后再把陈州的事情闹得大一些。好主意呀！我看可以。五爷尚不知道二爷已经跟我们取得了联系，他感情上也能接受。那二爷你意下如何？我们愿意。我现在跟五爷之间还有些误会，不方便见面，所以陈州还有开封府之间的联络，暂时由我来负责。可是岳公子，你的伤……小伤而已，不必担心。什么叫小伤而已？这样，我陪你一起去，路上有个好照应啊。你现在是朝廷官员，不可以擅离职守。不行，你现在的身体，我一个人怎么放心得下呀？我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你怎么了？不是，老四啊，你说你还要照顾人家岳公子啊？就你哪点比人家岳公子强啊？就你那个头啊？你还啊？你还帮人家？你就这帮人家？死胖子！你不拿我的个头说话，你就能死啊你个死胖子！你知不知道人家？我不跟你这混胖子说了你也不明白。我没说什么呀。哎呀，你斯文！我怎么不斯文了吗？你怎么斯文了你？你怎么这样啊？你是不是我媳妇儿啊？你怎么光冲我瞪眼？你怎么不冲老四瞪眼？嘿，我凭什么呢？瞪眼？就是啊。行了，别吵了，脑袋都被你们吵疼了。岳公子，
我跟您一起去跑联络吧。哎，蓝妹妹，这可使不得啊！我跟你讲，你是老五的啊。虽然说现在不是老五正式的女人，但是我告诉你，这一男一女的跑联络不太合适了。哎呀，你懂什么呀？人家雅兰姑娘跟着岳公子就是要去见五爷的，你不懂。葵呀，你怎么不懂啊？啊，那一男一女两个人在一起啊，这一道上走的话，那人家是要说闲话的，知道吗？啊，再加上，哎，哥哥们，你们都知道吗？啊，咱家老五那心眼儿，哎，跟别人的。好了，这件事情就我自己跑单帮，你们都不必担心。哎呀，岳公子您来了！岳公子，来，快快请进，快快请进。开3间上好的客房。没问题，没问题。两位客官，请进。来，岳公子。哎，小二，让二爷二嫂收拾好之后到我房间。好的。哎，二爷。二爷二嫂，我正要找你们呢，快请坐。对了，我打听过了，五爷不在这儿。那要到哪里才能找到他？想办法呗。能想到什么办法？哎，能。对。什么办法？去找庞玉。找庞玉？今天晚上我们就到黄沁花园大闹他一场。五爷得知消息，肯定知道是我们来了，会主动找我们联络的。这是个好办法。不过我有个小小的请求。岳公子，你说。如果在黄沁花园碰到展昭的话，能除掉最好。不过，如果不能除掉，请你们不要恋战，尽快离开。一切听从岳公子的安排。二嫂客气，一切得多商量才是。对，多商量。哎，对。怎么样？有人？白玉堂，不清楚。在东北角，已经上墙的有3人，外面不知还有多少接应的。一个白玉堂就已经够难对付的了，再有很多帮手的话，那就更麻烦了。那放他们进来吗？按果舅爷的吩咐，先放他们进来，你在这继续监视，我去禀报。是。见机行事。3位朋友深夜到此，未曾远迎，还望恕罪，恕罪哟。好，在下沈仲元。3位。深夜造访，既然来了，不如揭开面纱道个腕儿，不枉认识一场哦。认识你有何用？我可听说这位公子的剑术出神入化。哎，你等都别动，待我向这位公子讨教几招。好啊，小爷。
我立刻去禀告国舅爷，让国舅爷再做定夺。是。跟上去。这3天2头打打杀杀的日子，我实在受不了了。我要带儿子回东京去。东京就安全了？啊？现在连皇宫都被那个白玉堂闹得人仰马翻，何况是太师府？你是如何得罪那个白玉堂啊？让他死缠住咱家不放？那是我得罪他呀！啊！白玉堂本来就是绿林强盗。啊！杀人放火是他的本性。老爷，老爷，如何了？老爷，不是白玉堂，是另外3个蒙面人。3个蒙面人？那既然是3个蒙面人，怎么知道里面没有白玉堂？白玉堂来过皇军花园好几次，都没蒙面。这3个小毛贼把脸捂得死死的。抓住了？没抓住，围住了。他叫沈中原赶紧放箭呐，统统杀死，不留活口。国舅爷。这次如何了？就不要留活口了，把他们统统杀死。国舅爷，上次那个手持宝剑欲掠走公子的贼子又来了。我的儿子，那叫他们放箭呐，赶紧放箭！国舅爷，双方搅和在一块儿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无法放箭。什么意思？就让这帮强盗在我的皇亲花园内横冲直撞啊！国舅爷，此3人武功高强啊，护院、镖师都不是对手。这3人正往这里杀来，往这边来呀！这个怎么办呢？快救救我儿子啊！国舅爷，带着夫人和公子，赶紧躲起来吧。我堂堂一钦差大臣，啊，在自家府里被强盗杀得东躲西藏，这事要是传出去，我还有什么脸面啊？我还有什么脸面？